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健保署推出客家医疗，互无多出门看医师的这个民众，伫厝里都会当看医生。推出了后，这患者是愈来愈多哦，有济医师来投入哦，但是有一寡地区哦，却唔敢来宣传这项福利哦。安怎讲呢？因讲哦，烦恼这项这个病人哦，坐了后，这个参与的这个医疗资源是真有限哦，需求甲供应是有争差咯。咱就看着经济统计这个部分，客家医疗照护人数字，这个如2016年哦，7675人次，到2018年57750人次哦，这需求内底哦，3年争差差不多7倍，这样遐济哦。啊，咱都可以当看到这个服务团队哦，其实2016年的时阵才106个哦，但是到这2018年的时阵是214个，这个服务的这个成长哦，对袂到这个病人这个需求哦。咱当看到安尼争差，其实是有这个供应甲这个需求无法度对着时代在行哦。啊，每点这个咱看这个看诊的这个人数咧，是居家医疗这个部分哦，是差不多会当看4个，但是那就是诊所咧会当看50个哦。所以这看诊的这个部分嘛是一种差别啦吼。啊，所以种种这个问题，咱今日特别做回来讨论哦。第一个新闻呢，咱要带大家来看讲哦，其实这个需求人数差不多700个，但是这阵也一半不够，咱先做回来看。台湾的老人人口比率达到20%，有计到115年的真多超高龄的社会。为了协助厝内底失能长者控制慢性疾病，卫福部对今年7月开始推动居家失能个案家庭医师照护计划，利用长期照护结合家庭医师、护理师定期来家庭访问。也佮根据卫福部统计，计划对7月推动到11月10号，加入真多长期照护医师大约有320人，加原先有过的700人。也是差不离多。医师这边的话，他需要受一些简单的肠道人员基本的训练，所以他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其实，到目前为止，以数量来说，虽然感觉上好像看起来不是很多，但是它其实还蛮稳定的在上升。卫福部讲，这个计划主要是结合基层诊所的医师，每一位长期照护医师上最负责200位个案，每半年是面对面来访问评估1摆，每天上最8人，一件案件也会使提1500块。也不过医界坦白讲，这个计划诱因不足，加上行政程序真复杂，拢是互袂少医师无想要参加的原因。医师意见书的撰写的培训、病人自主权利培训、社区安宁的一个培训课程，如果要全部完成的话，至少要将近40个钟头。啊，对医师而言，平常他都已经很忙了，还要再花这个时间来接受这个训练，它的必要性是要被质疑的。卫福部强调，这阵相关的资源拢继续伫补建，长期照护医师也慢慢成长。对着这个计划未来展望是真乐观，也无排除透过行政程序搁再简化，尽量让医师来加入。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台湾新眼界社会大小事，特别带大家来了解讲哦，在台湾老龄化这个因素，115年就会变成超高龄的这个社会哦。客家医疗会拄到什么问题？今日做伙来讨论哦。咱首先要邀请到首位来宾，第一位是咱这个客家医疗病患的家属詹胜尊。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台北杜兰诊所所长张凯平。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到客家医疗学会国际交流委员蔡光庭。各位观众，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副主任张小嬋。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哦，咱今日请到这吼，咱有这个病患家属这个代表，嘛有2位医师啦吼，有这个关怀协会这个总会这个副主任，就是要做伙来讨论讲，咧客家医疗吼，即马是 ING 啊进行式，但是这个进行式会拄到什么款的这个问题，咱今日就要做伙来讨论。咱先邀请到咱的这个曾伯伯啦吼，咱拢叫你胜尊兄好啊啦吼，咱就讲吼，会拄到这款的问题，就是咱家属有这个尾动骨爱开刀这个问题啦吼，伫2当前有这款这个问题，但是2当前甲即阵处理起来有啥物差别咧？感谢这个公共电视，我有这个机会哈，啊，互我来介绍我过去的经验，家属啊，就是阮太太，在伊是这个
手术即个尾动骨，也未手术进前2年啊，人都无舒服啦，艰苦，一直拖到今年挡袂牢才去手术了。即个中间就是拢我咧照顾较济啦，因为家己拢无伫台湾，所以迄阵我都是安尼真忝啦。在了后呢，可能就是阮太太年岁较济，手术尾动骨复原较慢啦。迄时我阮查某囝才转来，转来时，伊迄阵嘛是毋知，另外一个查某囝伫咧加拿大，伊听到讲，咱台湾有即落居家医师到府服务，即落哇安尼，阮咧查某囝就是真骨力啦，去甲咧去探听啦，结果去问到即个咱即个都兰诊所的即个所长，就是咱的开平医师啦，医师是啊。所以开平医师自这个开刀了后，甲恁姊接已经去看5届啊，这5届医师拢是安怎甲这个你的太太甲照顾？讲一句我较迄落就是体贴啦。真体贴。我迄阵我嘛毋知影讲有即落居家医师即遐方便过去就是安尼，带阮太太安尼，每一届去医院浪费这时间真济即马都有迄落张医师来照顾，我加足方便的，毋免讲安尼艰苦，囝儿也放心。是，较早你有讲过啦就是讲在照顾的这2冬来啦病人无忝，你先忝嘛对。你甲太太安怎讲？对。伊嘛是笑甲安尼。伊嘛是笑甲安尼。伊嘛是笑甲安尼。伊讲刚才即个张医师来甲照顾安尼啊。是。所以毋知安怎讲。尾动骨开刀啦是真即个上重的即个问题啦尤其即个若是要翻身，若是要照顾，其实对即个病人来讲若一个翻身无拄好，就会哀叫。对照顾的人来讲，尤其是即个心肝内即个揪伫遐啦就是要照顾甲即个病人照顾好。尤其是咱拢讲即阵是老大人咧照顾老大人，其实即个有当时也是身边的即个查某囝，还是讲囝婿，还是讲即个后生拢无伫身躯边，所以即个徛家医疗医师就是真重要。所以咱要请教咱的即个医师啦开平医师真正是咱讲做即个良心事业的安怎讲咧？即个诊所内底才3个人。所长兼讲经去看诊啦佫有咱配一个专科的即个护理师，佫有一个即个执行长啦其实即个3个人的即个业务，咱咧讲一工内底，甲切到即个张半，即个张半甲即个下半会当看3个甲3个啦一般咱来讲是8个即个上限啊，是即个健保署规定的。但是你为着即个医疗即个品质，你选择看3个，有诶是要互一个有即个压缩比的即个空间啦就是讲有诶即个较急症的，你会当佫有掠一个时间即个做一个弹性的即个部分啦头拄仔即个咱的姓准伯嘛有讲真感谢咱的开平医师啦，先甲即个观众小解你去即个医疗即个部分拢爱炸什物去，尤其是咱若是就即个姓准伯太太即个个案，你拢爱炸什物，甲咱观众朋友小解一下。是，其实姓准伯的太太阮拄仔入面的时阵是看到讲，因为伊疼的问题，伊倒伫门床顶足久的，甚至讲因连食食中昼暗顿，拢倒伫伊的门床顶来处理。看到伊的人怨气是愈来愈虚，所以今仔日阮去看头一回就先甲讲，我看伊本地身躯的体力阁有维持着，毋过就是因为即个疼的问题，所以造成讲伊无法度家己起来，无法度家己去便所，无法度造成讲咱厝里的人嘛毋知讲要安怎甲处理。所以阮去第一代志就是讲，发现到伊即个问题，阮会当怎甲
解决了吼，来试看卖讲，我有法度坐起来无？是，我有法度开始练行无？了后才甲你讲，我可能有法度会当去买一个或者便盆椅，互伊讲会当伫帮助之下，会当家己去便所，会当家己吼维持一寡身体的功能。所以讲一开始阮看吼，伊伫入门床顶了，一个人是拢足无元气的。了后吼，阮去2-3抓以后，阮看到足大的改变嘛，因为庆准备啊，佮有讲伊的组囝嘛都照3工的，咱慢慢学完了吼，训练了，即摆开始其实吼，人会当笑，爱当家己坐起来食物件，甚至讲吼，咱开始来规划讲有法度家己出门去佚佗无。所以讲吼，阮这去处理吼，阮医师去处理就是评估是全方位的，阮来想讲到底要安怎快去帮助一个病人，阮是整体的评估啦。所以对大家来讲，阮去处理是炸什么物件，阮炸2大包，一个足大的背包吼。哇！吼，第一个吼，这第一个尔吼，第一个尔吼，是，这是阮的护理长吼，足艰苦的，足辛苦的吼。爱拍。佮有这个吼，阮这行李箱吼，会炸一寡物件吼。这是比如讲，阮有抽货的物件，吼，互观众朋友大家看一下。是。抽货的物件吼，换药仔的，做检查的，佮有其他吼，咱这几寡药膏啥物货，佮有重点是这个啦吼。係。阮会炸。注射针吼，阮会去处理。若是讲病人有需要的时阵，注射讲抗生素，还是讲利尿的吼，还是讲胃出血有紧急的问题，这咱会当拢甲处理，还是过敏啊喘气喘袂过来的问题，这咱会当注射一个弄一个卡啊，这咱必要的射针拢伫内底。是，所以这是咱希望讲会当拄着讲阮有需要的时阵，会当马上来处理的。这是这个咱看到。2大卡啦吼，一个牌啊，一个这个luggage啦吼，行李放行李内底的行李拢是咱的药品啊，讲这个注射的嘛有啦吼，这个抽血嘛有，等等拢有啦吼。其实咱要搁来请教就是讲，因为这个性准备啊，这个个案吼，来看到这的时阵，因为这个尾当骨受伤，啊头拄啊开，这个查某囝嘛讲，开刀的时阵吼，开刀了，真正是这个。可能也搁戆神啦吼，啊，这个开药啊这部分，伊搁有这个糖尿啦吼，也搁有其他这个病症，啊，恁做这个药物吼，甲整合起来，嘛是帮助伊吼，唔当免讲哦，足侪药啊内底有这个其他这个变化产生性啦吼。比如讲，伊骨科的部分，啊，佮有糖分，啊，佮有血压，我会记你讲，佮有一寡算讲血流的部分。其实这个药啊，阮咧讲，阮去处理评估的部分，这开啊，拢会甲伊做伙，还做一寡讨论，到底对一款较适合，啊，对一款爱需要加强。比如讲，阮看伊吼，即摆的元气愈来愈好，食死的食较济，所以讲，阮就爱看讲伊糖分的药啊，敢有需要给增加做一寡调整。所以阮是全方位的去做调整甲评估。这是阮去处理。徛过医疗，希望让做到的代志。是，所以咱即摆就要带大家来看讲，张凯平医师这个徛过医疗是安怎服务，咱先做伙来看。即间伫咧台北市大安区的多兰诊所，入门了后，片上会当看见连接医疗甲长期照护，实践在地整体照顾的理想，几个大字。走。提起卡棒，所长张凯平准备要出门。伊要去看约好被轰炸的人。拜拜。是啊，说他们会再注意体温的。2017年开始，健保开始支援居家医疗，然后有居家医疗照护整合计划，其实到现在已经有5万个个案了。都兰诊所它所扮演的一种模式就是。一个以在宅医疗为核心在运作的诊所，然后愿意经营社区的诊所，然后可以从。嗨，今日来交流啊！当时会使背掉。啊，无是，甲背掉。你要背掉，我甲你背掉。啊，最近有运动无？有去起来加走路无？有哦。我就加食足济。真是的哦。哦。食遮济，还是食遮济，还是食遮济？食。食安尼吼。安尼哦。加即马食买到8分的。哎呦，心中做有力的哦！我看你训练真正有效果呢，赞！哦。你咧照顾迄个男的，好势。哦，巴肚嘛骨骨叫呢，足好个啊。
你看你大便写遐济个，进前拢无咧，所以真正叮当有差呢。从长照单位转接过来的，他一开始其实是因为用的药物非常的多，然后长辈也睡不好，比如说尿不出来的问题，还有突然间胸部很闷、胸闷喘，送急诊的状况。那他因为他的疾病的关系，我们调整过好几次他的照顾的目标。来啦！啊，你要看阮底下坐无？坐一困好不好？哦。就是那个啊，我那个前男友。在稳定的时候，我们希望它功能变好，开始训练走路。好，出来，来，安尼，压去，安尼是咧训练家哦，好，来，移动，出去，连线后壁只，出去，哎，对，最有点，哎对，安尼就袂疏腰，嘿，其实他那时候要去一趟医院是非常的麻烦，都几乎一定要叫救护车来才能送到医院。医院的医生、大医院的医生跟居家医疗的一些能够衔接起来，那非常的幸运。那次还好有这个团体。哦，我给加一个哦，后回来体重了50公斤了哦。他也很幸运的，我们这个月就把他的尿管目前拔掉的状况也很不错，所以。厝邻都是上好的病房，这都是多兰诊所希望会当实现的理想。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咱讲徛家医疗看诊以外，其实就是这个甲病人交心啦，甲这个家属交陪啦吼。其实这个开平医师真正做掉这点吼，真正是使人敬佩啦吼。啊，其实咱咧讲，这是咱都市这个部分，但是这个城乡吼，拢还佫有落差伫。咱继续来带咱的这个带主任啦吼。咱那个看起来，其实。伫都市的部分，有咱多兰诊所伫台北安尼咧做啊，咱其余即个台南大地区咧，有拄到什么款的即个情况？是，讲实在吼，台南其实无做乡村啦，有影啦，其实人嘛袂少啊，其实可是台南的生态，甲台北就无啥共款，台南的就是讲较无像台北遮济像开平，遮做一款居家医疗的诊所就无遮尔济。所以我本身是病院医生啦，像新春伯啊，伊的症就是，即摆有做侪款即款病人，其实才会需要居家医疗的迄个病人，大部分拢按病出来。伊本地人好好，来即摆破一个病，去病院住院了以后，甲以前无共啊。以前会当做的，即摆袂当做。以前爬会起来，即摆爬袂起来；以前无讲啊，即摆有讲啊；以前袂听，即摆会听。像即个情形的时阵，照讲，就是讲，其实我拢去日本去学过来。日本遐因的模式就是讲。咱这个病人爱按病医甲伊做一个安排，安排以后好啊，甲伊交等于就去处理。所以就是讲，咱这个目标病院目标爱甲迄个，其实咱总共的目标是共款的，就是爱照顾这个病人的生活啦。大概病人的需求不共，有的是医疗上，比如讲伊会疼，你困袂去，放尿的问题，这是医疗的问题。有的是生活的问题，有的生活就是讲咱无法度人食，啦无法度人迄个，就需要人甲你帮忙，甲你饲。所以照讲，这个居家医疗毋是干那医疗尔啦，这个开平嘛真清楚的是，除了医疗以外，还个衔接咱这个社区资源，咱讲的长照2.0，所以安尼倒起来是一个社区整体照护的系统。所以你讲的资源无够，这有人想毋是干那医疗尔，就是讲其他的遐长照资源啊，对起来吼，对起来，就是讲你伫遐开的遐医生的迄个社区的诊所，社区提供服务的遐人。还是个，比如讲福建啦、药师啦、营养师啦，大概这人较无够。所以阮即马无得症就是讲，阮是医疗中心嘛，所以若是伫咧病院、伫咧中的上，阮咧处理应该是无问题。阮啥物事拢有，阮会当甲病人去甲伊完整的量身定做伊的照顾计划、伊的治疗计划。问题是讲，一个病人记者袂起来。对，你伫个病人伫咧病院住一个10日、2礼拜，就够济啊！你要转去啊，转去以后就断线。所以阮的目标，比如讲。以我的立场，我目标就是讲，我希望这个病人出院了以后，等于厝里嘛是会当生活了好好。所以阮在找一个像开平像安尼遮热心的遮医生，佮加上这个社区整体的照顾的资源，甲接过。所以你讲台南其实毋是乡村啦，可是台南的这款资源甲台北可能小可有差。所以阮即摆困难，最主要是讲我要交落去的啥较少接到啦。毋过困难是困难，病人拄着我嘛是爱做。所以阮会优先甲这个患者伊的需求。比如讲，也有医疗需求，出院了也有医疗需求，阮会找迄款社区的诊所甲交落去。问题是讲，有诶咧做诶就无遮济，有诶就是迄上接无对是，我伊个你讲，你头咧问讲迄落差伫对，阮上接无对是药啊，
医学中心的药啊，足侪项，是，比如讲你镇定剂啦，吼，啊你止痛的8项，啊，迄个社区的迄个医生看你的药单吼，啊，这我无法度，都无要接吧？我无这个药啊，所以这个药，这个病人我接袂起来。是，吼，啊，所以无了这个情形上，阮就变来家己去看。吼，即马病医甲诊所拢会当提供这款在医疗啦。啊，所以阮就变来家己去看，可是总是讲理想的状态，因为较近啦。吼，社区还是诊所上近，阮希望讲台南这资源会当渐渐啊起来。你做这项的，医生会当越来越多，是，吼，会当好啊，甲接的药也有，吼，啊一寡人力也有，啊患者等于厝里的照顾，甲伫咧病院的照顾是拢共款的。是，咱台湾即摆问题就是病人吼，伊无想要出院吼，因为伊感觉病院啥物拢有啊，啥物拢有吼，啊伊即摆等于啥物拢无啊，吼，啊所以患者会无想要等于，我多较稳定的较等去。吼，啊咱若是以后会当甲这个社区这些资源。会当用啊像迄个病院咧，像让大家的放心嘛。是，而且嘛是阮即摆的目标。所以阮即摆有提供迄个居家医疗，出院衔接居家医疗，有亚急性啊、慢性啊，吼，甚至到生命最后的安宁，嘿，阮拢有提供这个居家医疗，啊，去衔接这社区的这资源，这照顾的资源、护健的资源，是辅具啊，吼，啊，这迄个经济申请的这资源，阮甲连做伙。所以即摆阮咧做的情形是安尼。是，咱咧讲这个徛家医疗吼，当拄着像咱开平医师甲咱蔡委员安尼吼，其实是真好的。尤其是这个医师家己伫医学中心内底，嘛是爱到这个徛家去看这个病人啦吼。其实是真，这个咱讲这个头段嘛讲到医病嘛是医心啦吼。啊，其实吼对家属来讲，尤其爱受到这个关怀。有当时啊，就是咱咧讲吼，有当时啊，毋是病人破病尔，这个照顾的人嘛是会破病啦吼。所以咱这个关怀协会是真重要的这个部分。咱所知啦吼。目前有这个家庭爱承受这个照顾这个部分，差不多有70%左右吼。咱继续来请副主任来甲咱解说这个。嘿，其实吼，甲大家分享啊，因为为什么讲这徛家医疗这么重要？为什么这个大家都是有这个需要？吼，伫厝的内底总是有病人，总是有照顾的人。嘿，啊，咱来看讲咱台湾即卖的状况啦，吼，其实简单讲就是讲，咱即卖台湾吼，伫厝的内底。上大部分呢，都是咱家己厝内底的人，家属家己伫照顾，吼，送去外口安老院啊，吼，还是用其他资源呢，这种状况较少。啊，咱想倒来，我家己厝内底的人伫照顾，啊，这个厝内底的人，这个家属有啥物问题？吼，伊可能拄着头拄仔拢有讲到的，讲啊，阮兜的这个环境甲病院总是无共款，环境都是上大的问题。是，吼，所以头拄蔡医师嘛甲大家讲，讲啊，都是。住入去病院，我都无想要出来，因为为虾米？我会惊啊！莫讲病人会惊，我家属嘛会惊呢。我嘛会惊讲，啊，伊出院了，我要安尼来甲照顾？我毋是读医学的，我毋是做护理师的，我无迄个专业，我无迄个技术。头拄仔迄开平医生嘛有甲大家摕这药啊嘛，吼，因的行李箱迄个有，大家拢有看到，迄偌专业呢，迄个。箱啊，安尼看起来，阿爸看起来细细项啊，但是内底迄拢是伫病院才会出现的药啊，但是打一个家属知影，打一个家属会晓用，袂晓，所以这环境是无共款的。过来是讲，这个照顾者啦，吼，咱家属要带这病人，要来去病院复健，要去看医生，这交通都是问题。有影。吼，你像我接触这足侪病人，啊，因兜。吼，这无轿车的啦，啊有轿车的吼，可能迄轮椅啊，还是讲吼这身躯无方便，啊伊迄车都无适合他用，是，啊总是爱讲叫这救护车，啊但是总无可能大家拢叫救护车，啊你几啊千，大家安尼烧无可能啊吼，啊你看像这的问题，啊过来，家属爱上班无？爱啊，像我爱上班，阮妈啦有啥物紧急的状况爱去看病院。总是假日是说大家爱请假，对无？啊，请一届、2届，还佫会使。你请久啊，头家袂讲话，同事袂讲话，这拢会影响。所以其实讲，咱即马伫厝的内底去照顾的这个家属，其实伊伫照顾病人的状况有足侪问题，甲医疗是有关系。是。吼，那咱讲起来，大家都要讲台南、台南是较少啦。台北有这个状况，台北拢是这高楼大厦吼。若无电梯吼，不电梯啦吼。像迄个大楼，一般这个4、5楼、4站楼，这种无电梯的啦。无电梯。中古厝这种的拢无。要安怎？系啊，像我都有家属啦，打电话问我讲，
恁会使甲我介绍，算会使来甲我爱阮爸阮母啊。所以恁协会定定接到这种电话是？因为大家拢有需要啊，无电梯啊，你要叫伊安怎入来？二楼都无法度呢。危险。危险啊！而且这要搁去病院，你看伫厝的内底是伫眠床甲下骹爱刷入来哦。是。吼，搁伫眠床、伫房间刷客厅，搁出来，啊，搁门骹口甲1楼的门骹口，啊，甲会使上车呢。是。所以你看，你讲台南较偏，较乡村无，其实台北市嘛是有足侪这种问题。是。所以其实讲，如果这个医生，伊会当来厝的，是。甲咱这个家属，甲咱这个病患斗3工，安尼对于咱的规个家庭来讲有好处无？其实嘛是有，伊有迄个必要。所以我才会感觉讲，咱这个政府啦，吼，有这个心啦，吼，咱就爱互伊较拍拼的，嘿，较拍拼的吼。嘿啊，无你讲，其实这个家属要用这个服务。伊看无，伊食无啊，对啊，伊就是有这个需要啊。啊，你总袂使讲哦，我即马有这个服务，但是我唔敢去宣传，因为我若惊宣传落吼，资源无够，资源无够。啊，咱总是爱讲去宣传，但是咱嘛爱较拍拼讲。这个机制后端的这个服务吼，爱甲集结起来。对，啊，像这开平医生安尼，这医生的，啊，咱会使。多来甲邀请啊，还是讲吼，咱会使来讨论看卖啊，对哇吼，咱会使试看卖，这是讲政府会使做的代志。但是总共一句，对这个家庭来讲，伊都是有这个需要。所以咱要先到性准备啊吼，这个开平医师甲处理这个太太心内是毋是较欢喜？我是一个安怎讲？阮太太患病较大吼，即心理上的即个医疗真重要。一个人你若讲无方便吼，啊医逐工伫咧安尼吼走院的吼，真辛苦。是。吼，啊我的感受就是讲，有迄落张医师来了后呢，吼。这个居家这个服务是足好诶。是。你安怎讲呢？阮太太教阮毋免走别位啊，讲安养院，也是讲走院安尼，安尼遐辛苦伫遐走。是。啊，我踮咧厝诶，我听我甲伊照顾。啊，阮查某囝拢会做伙。是。这都是亲情啦。医疗。是另一方面，这个亲情上要紧，所以有这个张医师，这个居家的医生来治疗吼，阮就感觉讲加足好的，是，所以我一定呼吁吼，有这个家属吼，多利用这个居家医疗的这个好处，福利，尽量去使用，但是咱来先来看讲吼，谁会当来申请这个客家医疗这个部分啊？咱有分做3种啦吼。第一种是这个适龄的这个病患啊吼，可能因为中风啊，这个一文人等等的吼，伊这个巴氏量表较低，这个60分啦吼。第二就是有明确这个医疗需求，亲像是着癌啊、失智，还是讲较罕伫看这个动症啦吼，经过医师来认定这个状况。第三就是一定要带入处理吼，毋是这个医疗机构内底必须要符合这3项才会当来申请哦。其实咱头拄嘛讲到啦吼，就是讲客家医疗，就是会使省真侪交通费。有的人吼去诊所，敢若看10分钟尔，但是伊爱这个坐车可能要坐1点钟，可能以上伫遐等的这个时间嘛是时间，但是若是客家医疗。若是这个医师会使来甲你的这个处理内底吼，真正是省病患真侪这个时间啦吼。但是咱咧讲，为什么讲开平医师是咱这个良心事业这个代表？因为咱讲这个健保吼，这个给付互恁吼，可能100块，这个部分负担啦吼，是这个挂号费100块，部分。负担是病患在家属这部分是78块啦吼，其他有这个200块是交通费，但是恁敢若坐去甲这个病患的这个处理，有当时都唔拿这200块啊，是，有这种情形。对，因为阮即摆吼，阮诊所吼拢总有3个咱的同事做伙在拍拼吼。第一就是我的医师嘛吼，
第就是阮的专科的护理师，阮的护理长，当甲我同齐处理去看病人吼。啊，第三就是阮有一个长期照顾的专员，伊了后5年的经验了来阮的诊所来做阮的 CEO。因为当时啊，若是讲我有感觉讲有需要一寡长期照顾方面的服务的需求的，就请伊来去评估，啊，看要安怎去练讲阮社区一寡资源服务，会怎安怎入味。啊，这方面吼，3个人在做吼。讲实在，3个人第一爱做评估，第二爱做一寡治疗的建议，爱讲目标是倒位，第三个去练讲到底是倒一个迄个所在，啊，我去敲电话，啊，甲伊问讲，敢有法度去提供这款的服务？啊，毋过这3个吼，即摆是我会当健保的付钱尔，其他2个吼，暂时是无咧。因搁较良心，是，因搁较良心是。所以咱会当看到，其实哦，咱这做的，其实居家医疗、徛家医疗这个部分哦，有分一般，搁有重症，搁这个最后这个安宁的这个部分啊。所以这个咱张医师其实是做较重症这个部分啊。吼。是啊，其实阮感觉吼，徛家医疗的无共款的人的迄个复杂的程度无啥相像啦。我讲会当有分3个阶段，第一就是讲稳定，比如讲像准备太太，吼，阮的服务的，伊吼可能是想安怎去提升伊家己的功能，安怎系稳定伊家己的情形伫处理。所以阮会去想吼，伊的病吼，迄处方阮来开，啊去评估，安怎去练迄阮长期照顾的资源去看，伊安怎会当较好的。啊，毋过都时吼，迄歹讲，比如讲有当时有一个感染的问题，有当时巴肚吼。有急性的，比如讲感染，巴肚有发炎啊，等等的问题，还是讲有疼的问题，有过敏的问题，还是讲皮肤有皮肤病，迄种的，阮要安怎处理？有当时就需要讲阮去注射针，像顶礼拜我有一个是肺部发炎感染的人，阮伫处理吼是逐工去注一支抗生素，逐工去吼，那阮就排时间，逐工去，啊差不多2-3工吼，大概。抽血做检查，来看讲咱这个肺炎的部分，我都伫厝里家治疗好势无？是。所以吼，这伫厝里吼，阮大哥吼，徛家的住院嘛是即摆吼，针对讲阮会当安怎互阮的病人伫厝里会当安心，阮的厝里的人会当知影讲，伊有一寡急性的一寡病况，若是有改变的时阵，阮安怎会当阮的服务会当入去，去家提供服务，会当互讲伫厝里安心，甚至会当避免一个住院还是急诊，吼。啊，第三当然就是讲，阮主持人讲的安宁缓和的部分。啊，若是讲真正有着癌，还是讲一寡算讲末期的失智，吼，你安怎来家己讲维持伊的生活，维持伊的尊严，到最后的时间，迄嘛是阮感觉讲，即摆台湾有需要的部分。其实咱咧讲，这个咱有分做3个啦，一般这个徛家医疗，啊，搁有较重症的，搁有这个安宁的这个部分啦吼。啊，这个3个部分其实拢搁有这个。医师啦吼，会咧安排，啊，搁有这个护理人员，搁有这个其他这个可能有这个要喘气的这个医师吼，治疗师，搁有其他的来做一寡评估啦吼。安宁的这个部分可能搁有社工来做伙来参与啦吼。其实咱要搁就这个性准备这个例啦吼，来看讲，其实伊这自开刀了吼，5届去看，咱拢无共款的这个进步。啊，亲像讲，即个改善伊的即个药物，头拄仔咱有讲过，啊，要安怎帮助伊，互伊去行，啊，拢是看即个病人现主是即个情况去改变吼。啊，你去看即5届，伊自头先可能食药啊，个风风空安尼，啊，甲第5届去看，会使互伊徛起来，会使行路啊。其实这对家属来讲，拢是一种进步啦吼。啊，你安怎一步一步去甲引导咧？是吼，第一就是阮先去厝里头一回先看，到底头壳的部分吼，敢有讲人是做清楚，我都配合我的一寡评估。啊，阮头回去看的时候，我讲其实吼，性准备太太应该伫门床中，阮是有一寡机会，会当互伊搁坐起来。啊，来做伙来看觅练坐，开始练起。我感觉伊有即个机会了，阮就来联络讲，到底阮长期照顾、长期服务的2.0啦吼，安怎来进场来思想讲，阮的物理治疗、阮的职能治疗当入去来加工，到底要安怎去？伊的姿势安怎处理？安怎看伊的营养师，也去配合讲安怎伊会当食了吼，较会当适合去培养伊家己的肌力。这个部分阮伫一开始入去就开始安排。啊了，我嘛抽血看觅讲，到底伊有啥物款式，比如讲欠血，造成伊头壳晕，还是其他的情形？阮去评估了，发现讲，一寡药物爱去做一寡的调整，阮就入去开始讲，可能爱安怎来去调。所以到造成讲即摆有即个结果。所以阮在做的代志，第一。阮评估了，啊，第二就是讲看长期照顾，是去练
第三就是阮去抽血检查了，去调伊的药啊。吼，这3项是主要阮咧做的。是，咱继续要请教蔡委员啦吼，咱咧讲这个开平医师有即寡案例，啊，你家己这个案例有啥物会使提供互咱更较这个精神的这个部分吗？是，所以头仔吼，听大家咧讲吼，敢像讲咱做即款客家医疗吼，定定咱定听到就是较甘心啦，较方便啦，吼。较省钱啦，吼，做医德啦，吼。其实，阮希望讲，其实做这物件，毋是干那在心理上的帮忙，咱希望讲真正会当帮忙到这个患者。是，所以吼，我甲伊迄个整理一下啦，吼。咱的故事一般是安尼，你讲举例吼，即我甲统整一下，像精准病啊，还是阮做一个病人。是。一开始伊按病院出院的时阵吼，伊病情无稳定，吼，病迄个生活的状况改变。这个时候吼，我有做在宅开始期啊，吼，刚开始的时阵无稳定，即个做亚急性的。吼，咱的目标就是要甲伊病况用稳定，是，吼，用稳定以后，安尼伊回归伊本地的生活以后，吼，伊就进入生活安定，即有可能过若当哦，较安定啊。啊，不过伊是带病啊，吼，伊毋是一般的讲无病人，啊，所以有可能要食出这药啊。所以咱这人慢性期居家医疗，上就是去甲伊迄个解决伊一寡慢性病的问题，帮伊款药啊。啊，有些运气无好，吼，比如讲头我讲着肺炎，吼，啊，当然居家医疗的病人，今日是有巴肚疼啦、头疼、肺炎嘛、发烧啦，这个物件，咱临时去来处理。急性期的，所以这大概目标无共款吼，啊来搞我，咱就是看上尾啊，吼，就是迄个末期啊，是，所以安尼一路传落来吼，就是咱头讲的，一般居家医疗、甲重度居家医疗、甲末期居家医疗，所以其实上好是安尼分吼，安尼咱大家较听有啦，啊，无咱甲民众讲重度迄人听无，啊，所以伊这举例吼，阮才有一寡例子吼，像精准病癌吼，其实等于以后吼，迄个无法动生活的时阵吼，咱除了医生去甲伊稳定伊的病情。吼，稳定看伊迄个转移了有较稳定无？阮佫不止医生吼，有一寡迄个附件啊，吼赋能咧，吼会当去厝里帮伊用一寡辅具，帮伊做居家的附件。安尼即个目标吼，就是会当互伊稳定伊的病况，吼，会当来本来的生活，吼。啊，比如讲开刀了的，安尼无对吼。比如讲即个患者好啦，吼，即骨折的，运气无好，佫不止断一位，吼，断骹佫断手，吼。啊，即马断去以后吼，伊就无法度人当来病院嘛，啊，阮去遐看。啊，本地倒的问题，因本来生活了好是倒即个木板床啊，吼，啊，阮看安尼袂当啊，吼，伊安尼若是倒厉害，像倒了偌久，有可能有压疮啊，吼，啊，所以有一寡辅具申请，搞不好后边去的，像就变做安尼，吼，就变做迄个床，即健保有迄个长照2.0有支付啦，吼，啊，佫包着讲啊，等下像炸一支等啊电啊等下变怎啊，吼，啊，一支变怎处理？啊，你无法度人登记迄个诊所，阮大家甲骨科医生联络，吼，啊，一支通办起来无啦，吼，嘿，啊，像即款情形，即款人拢会当帮譬如患者即个解决这个问题。是。啊来，伊就进入慢性期吼，慢性期吼，这药啊，玩起来做复杂吼，有个人迄药啊摕食了吼是800款，啊伊做复杂的吼，伊搞不清楚，有个人平常一开起来就要对下针，吼，啊有个人药包内面吼两项药靠唔着，吼，啊有个一买起来吼，才来做这，所以这个情形慢性期的，咱得爱快稳定，卖为佮变做恶化，佮住院，佮失能，所以咱最主要是给款伊的药啊，预防失能啦吼。啊，所以王霞，阮会甲社区的迄个药师啦，吼，我头讲的社区资源嘛，吼，而且药师会当去甲关心，吼，啊，阮组成一个团队，啊，咱去送药啊，安尼病人会较稳定。啊，来到尾啊，看到尾啊，上就是到末期，吼，阮甚至讲会当去，即个中吼，咱惊讲有啥物恶化，像即马有超音波，应该伊像我内面嘛有啦，吼，我知影伊有，因为以前咱安排超音波，什么爱迄个大家等个病院预约，吼，有可能2礼拜，啊，这个排队百几号，这个较北，啊，这个车登去。啊，即马较方便啦吼，即马机械较先进，我能载一台细台迄款 iPad， 啊，超音波就去用。啊，比如讲，这个人的病情，若是讲肝胆的问题，有腹肚水，吼，啊，进前台走转来，即马会当去处理，去做这，会当互伊慢性期，会当会较稳定的，免伫咧病院走来走去啊。啊，所以在好处，毋是讲敢甘心啦，毋是讲敢做医德，咱是真正讲要帮忙的这个患者。病情的这个稳定嘛，是关键吼。对，对国家啦，对患者拢有帮助，因为对国家来讲，迄患者来一直走病院，安尼了钱，你走一遍病院急诊入去吼，就断层扫描啦，就规个拢爱等来一届。啊，这国家的钱，咱即马健保嘛无啥有钱吼，啊，所以这个政策要改，想办法咱政策嘛是鼓励居家医疗，就是这会当帮着病人，可会当帮着咱国家。国家这个整体这个资源的分配啦吼，医生爱投入去这个客家医疗的这个部分，这个门诊的这个部分，还是讲这个急诊的部分，就会较缩少的啦吼。所以这个好的物件爱用到好的所在啦吼。啊，咱继续要来请教，就是咱的这个关怀这个部分啦。咱拄仔讲到这个真侪这个关怀部分，啊，有听过什么例，就是讲吼，这个病患的这个家属卡来有较这个笑亏无？
较少过哦。就是讲吼，要帮助这个病患，但是伊这个找无门啊，找到恁，但是伊的这个问题，伊真正唔知要安怎斗。哦，就像我头拄讲的啊，这厝诶无电梯啊，这就真正足麻烦的，伫台北市啦。啊，你若讲其他的，比如讲台东好啊，台东也是讲高雄啦。其实去病院，阮厝诶甲病院诶，足远诶。是。啊，伊时间吼，头拄讲诶，时间爱等，爱搁坐车，吼，爱搁挂诊，爱等诊，然后等，啊搁看，啊搁转去。是。啊，其实对家属来讲，拢是一个负担啦。对病患来讲嘛是啊，系啊。啊，你看有当时啊，是大人伫遐等，伊嘛是等甲足辛的。像我有一个故事啦。你会使甲阮母阿公吼，拜托伊伫病院等的时阵吼，会使莫遐烦哦，啊莫定定对我发脾气，吼啊哎，我就想讲啥物意思，我就甲问伊，就讲啊有一届吼，伊就是带因妈妈吼有点仔失智，好啊，但是伊就是有个糖尿啊吼，高血压啊其他的状况，所以伊就是定定爱当病院爱看，啊伊就。但是等都爱等足久的，嘿，啊，伊就伫边仔陪伊妈妈，啊，但是伊妈妈就感觉足烦的，啊，医生哪无爱看我哈？就直直问呢，医生哪拢无爱看我哈？医生是毋是感觉我安怎哈？哎，有当时啊吼，老大人都有足侪反应的呀，啊，伊就伫边仔就伫遐直直解说，无啦无啦，即马足侪人你爱小等一下，等一就等着咱啊吼，啊袂叫着咱啊，爱等1点钟2点钟，嘿，啊，其实阿嬷就。足烦的，无耐性，啊，伊就开始就屁叫，我就甲你讲，我就无安呐，嘿，伊就无嘿无清楚，啊，伊就开始会烦啊，会张啊，吼，然后就伫病院安尼大这种小种安尼，叫迄个查某囝就安尼足歹势，因为病院人足侪，啊，人足侪，伊就伫遐等啊陪，啊，就甲安搭，哦，无啦，咱就爱小等一下吼，咱就安那，其实对家属来讲，伊总是。唔甘啦，唔甘伊的爸母，还是讲伊的厝内底的人啊，安尼破病无爽快，啊，咱搁爱等足久的，吼啊，但是病院咱总是爱去，因为因兜附近都是无诊所，还是讲无适合伊去看病院的这医疗资源。所以这个副主任提供一个这个线索，就是讲吼。这个较偏僻这个所在，啊，尤其这个开平医师，毋但是台北服务，伫台东嘛有服务啦吼，所以就讲较偏远的，你的这个经验是啥物？是，我是感觉讲吼，阮徛过医疗吼，阮其实讲，这毋是讲当医师做到就当解决所有的代志。是，像这一家吼，比如讲阮家吼，阮总会，啊，还有阮厝里的照顾者，是，啊，还有阮其他团队的人，上重要是阮。有一个团队，为着阮的病人来做伙想，到底安怎款哦？伊的适应的情形，伊的病到底要安怎来安排伊的生活，安怎会当过了较好？所以这是需要讲全部的无共款的专业的人，啊，佮有甲处理的人，啊，佮有其他社区方面的资源，做伙来想办法的。啊，阮在看的就是讲，比如台北，阮遮资源较丰富的，阮看长期照顾者吼。会当练到较顺，啊，阮看到台东的情形是安尼，有当时阮看，比如讲阮伫多兰遐，我会去做巡回医疗，去到太原内底，伊到台东市有偌远，有当时开车至少要1点钟，啊，阮可能就看讲，迄比如讲，就阮去苗栗内底做巡回医疗，迄边啊拄啊好，就是有一个阿伯，啊，伊拢无共伊的囝儿是做伙大，因为无结婚啦吼，啊，伊就伫遐。有当时啊，就是因为有一寡问题会当行出来了后，即摆慢慢就开始会讲心，啊有一寡问题无人去甲照顾，所以伫阮的迄个台东遐较常看到的情形就是讲，伊有医疗方面的需求，啊毋过阮看毋知影边仔的人毋知影讲到底是要找着啥物款的医生去甲处理，因为伊无都去诊所嘛，啊到底阮要安怎来去安排？这我想徛过医疗。对这迄个健康不平等，伫阮的台东这个所在嘛有足大的意义。是，咱这个开平医师讲到这个台东啊，较偏向这个问题，然后其实咱要看讲，咱头拄嘛有讲过，这个徛过医疗，这嘛现况是啥？咱有做一下整理啦。咱头拄也是甲大家报告吼，自2016年开始啦啊，咱今年的这个统计伫遮上新的这个部分吼。
今年正月到这个9月时阵哦，差不多有58,958个人哦，这个有这个照护这个人数，所以会当看到这个人数是更较悬啦吼。啊，这个徛给医疗，普通的一般的这个部分占30%啦吼，啊，重度的这个部分是58%，安宁的部分是12%啦吼。咱就讲吼，其实这个开平医师是做较这个重症这个部分啦吼。咱过来看讲，这个一般的这个徛给医疗，甲重度的这个徛给医疗，还有这个安宁吼，这个。医师到底是会当摕到这个健保的这个给付偌济点啦吼？咱来看讲，一般的这个徛给医疗这个访问费的这个部分是1553点，过来是这个较重症的这个部分是嘛是同款是1553吼，安宁的这个部分是有分这个甲类甲乙类吼，啊嘛是1553甲1088块啦吼，但是若是较偏的这个所在是一般的这个所在是1709块，啊，这个重症嘛是同款啦吼，啊，乙类这个部分啦吼，咱要继续请教这个蔡委员吼，像啊，这个有当时啊，咱讲健保的这个给付啦吼，是一个问题啦吼，可能会当甲这个健保的给付，互搁较济有心的这个医师投入去，有法度安怎改善？是，这个问题其实最重要。那讲个钱伤感情，可是这个点吼最重要。是，像那我其实伫咧台南遐，阮病院吼，啊有去讲这个徛给医疗。这内容，讲医生爱去啊，护理师啦，啊，佮有一寡护健师，啥物师拢去。第一个反应当然讲，啊，遮济人足贵哦，啊，敢做会起来？是。啊，来遮济人成本遮贵，啊，健保互你无偌济钱，像这个情形下，安尼敢会好？我当然听下这个情形。其实吼，咱国家的这一寡制度吼，有做者按日本遐参考过来。所以咱讲日本因的经验，日本人吼，其实讲做即款因咧发展即款居家医疗吼。其实伊无完全是讲吼，伊为了这个道德，还是伊有一件最重要的，做这件对国家来讲会省钱。哦，因算过哦，是，就是讲这个患者吼，你与其讲一直甲送病院吼，伊这钱吼，你甲伊算过来讲，迄个你派医生一个月去2遍，有医师吼，啊，佮有迄个长期照护的，这人做伙去处理，甲这患者关心。我头讲的吼，全程是，哦，啊，你开始破病，开始失能，搞伊生命最终。但是讲咱一个团队，咱去处理吼，去解决伊的问题，去来动，互伊讲卖破病、卖失能，互伊好啊，搞人生最后一刻，吼，互伊幸福生活到最后一刻。安尼搞不好开的钱哦，较俗的。较俗吼。所以若是讲咱迄个政府这个机关，其实若算的，算盘得的吼。其实照讲，这个支付爱较悬的。吼，因为你支付若低时阵吼，人大家无导致这意外无关。我无代无志，我坐伫门诊看门诊就好啊，我想带伊出去，所以大家无这个动机。啊，你爱摕动机共写，哦，你就讲，这往下提高，是，啊，你搞我点到患者的效果较好，患者感觉讲，哦，这医疗的品质好，哦，啊，免定定走病院，啊，国家会真省钱，真正算盘得来，绝对是讲，安尼会较俗啊。哦，因为这有经验，国家算盘哎，得较精嘞。继续咱请教这个凯平医师啦，吼，就是讲，处理这个台北都兰诊所，真济同行的吼，可能有甲你直接，啊嘛是讲吼，可能会当。copy 你的这个经验去别个这个城市啦吼，还是讲这个较庄较偏远的这个所在，会互人这个传承吼，甲你这个精神，还是讲甲你这个经验，互这个其他人来做参考，要安怎改这个扩大咧？是，阮即摆吼，其实在做就是讲伫徛给医疗，阮在想伫日本，头拄仔阮的蔡主任嘛有讲，是日本吼伊有一个就是讲，阮医疗爱分级，共款的徛给医疗嘛爱分级。我是想讲吼，因为一般的诊所可能在看是本地伊在看门诊的病人，啊，本地会当来了，因为伊一寡适应的问题，造成讲伊伫社区内底无法度家己出门。啊，迄种的吼，就是讲阮若是会当社区的诊所吼，会当去甲看本地伊迄个医师，安尼是上好的。啊，毋过吼，有当时阮爱分，就是讲有诶，马上讲阮在照顾较复杂的，也是讲吼有需要哪像单医方面的顶级的服务，阮可能有需要特别的诊所，比如讲阮甲做是。在疗养资源诊所，即款的诊所可能爱来阮在想，到底吼伫台北，啊是讲伫嘉义，还是讲伫台东无共款的所在，无共款的所在，到底这有安怎会当去维持这种的诊所，会当去永续发展？这可能是咱即摆爱想的问题。咱即摆想讲这方面爱做一寡分级啦。做分级这个部分啊，头拄仔两位医师拢有讲到这个日本这个例，咱都嘛有做一寡整理啦吼。咱来看日本徛给医疗这个政策甲特色啦吼，伊甲讲这甲传统一般这个医疗院所是较无共款的吼，因有这个独特的这个徛给这个护理所啦。头拄仔咱嘛有讲到，咱若是会当往这个方向
嘛是会当更较好啦吼。啊，若是讲吼，这个保险优先来这个给付啦吼，嘛会当较悬的吼，嘛这个鼓励这个徛家护理所的这个增加。啊，这个家访的这个若是讲去较济的吼，这个给付的这个费用嘛会当愈悬。咱头头嘛讲到一个重点啦，避免哦，这个无效的医疗啦吼，嘛会当降低这个较轻的这个病情来住院哦。国家对投资这个报酬率吼是非常的这个悬啦吼，就是讲。咱真正吼算盘叠较精的啦吼，继续咱要来请大家来看讲这个看护这个部分，甲这个无人机吼送这个药啊吼到你的这个处理，咱先做回来看。多兰诊所是台湾第一间以对厝看医生为目标的诊所。2017年自台东多兰出发，伫今年8月，台北诊所嘛已经成立。怎么样能够做全方位24小时的全时间的这种在宅医疗的资源？所以我们才决定说，那我们有一个乡村的模式，那我们要建立一个都会区的模式。初期看诊以诊所为中心，15至20分钟车程才优先，提供24点钟拢有的服务。无法度家己出门，或者是适龄的人，若有摕到主治医生的同意，就会使甲厝内医疗合作，互看医生会当更较利便。我们现在来源个案有2种，一种是医院转介，我们可能就会去医院开所谓的准备会议或者是沟通会议，另外一种就是透过这样的咨商门诊的方式来进行。而除了医生直接到厝内，有一寡无需要医生到现场状况，咱的新科技嘛已经会当到3天。譬如伫咧贡寮甲乌来，这2位虽然伫咧新北市，不过实际上交通无算方便，为着看医生专工来行一抓嘛无合成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台北医学大学甲新北市政府合作，伫咧这2位的卫生所，10月开始用着新科技来做远距离的看诊。有若看诊半档内，连药啊拢会使用无人陪诊机送到厝内，配合着新的科技，互咱越来愈高龄化的社会有更较新的方便医疗。记者综合报道。这个科技的这个帮助，慢慢当提供吼真侪这个有需要这个病患，然后还是患者会当将这个药啊投入去啊，真正会当省着这个成本嘛，咱先请这个开平医师。是阮即摆在发展的吼，他拄仔蔡主任有在讲，帮伊当去处理吼，做超音波。讲实在有当时啊，迄处理的徛家医生，无法度处理完全全部的问题，阮需要来就是用或者会诊的制度爱出来。所以比如讲，阮伫遐做超音波。我想讲，这可能阮毋是做专门、专门的、做专业的，我会当看病院的专科医生做合作，伊吼会当伫病院办公室坐伫遐，会当甲阮讲指导讲，到底阮即个超音波要安怎做，要看，伊看到看是啥物款的现象，所以伊会互阮建议讲，到底这要安怎做处理。所以讲像即个科技的合作吼，阮透过讲做远距的会诊，咱即个来安排。我是想讲，这会当互阮的伫做徛家医生，第一，阮感觉讲会较有信心；第二吼。病人嘛，要因为安尼会当需要讲爱出门，所以这方面的合作，我感觉科技会当做一个代志。是，嘿，咱头头讲这无人机啦吼，可能嘛是针对有这个有需要，是讲一个这个噱头嘛好，但是实际部分，亲像这个开平医师讲的这个会诊的这个功能，可能更较重要吼。继续咱来看讲，安怎科技会当更较应用伫咱这个徛家医疗这部分。就是咱头仔讲的无人机这吼，这是一个例子呢。是，上重要的是讲远距医疗。是，远距医疗其实吼，咱即马的通讯愈来愈发达，所以即马远距医疗吼，各国拢有咧迄个进展啦。若伫日本的情形吼，因的远距医疗已经纳入给付啊。像咱现在像远距医疗是辅助尔，吼，这个开平甲这个病院医生安尼远距医疗无钱，吼。毋过日本的像因会当吼，就是讲远距医疗来看诊，所以嘛研发出一对一款 APP 哦，就是讲患者会当穿戴伫身躯顶的这物件，迄就传转去，迄血压偌济，血糖偌济，啥物物件，到尾传转去，病医生就知影。一个云端哦，对，当接取的这个，啊，可能甚至用 AI 来去分析，这种是咱未来的方向啦。啊，配合即卖居家医疗，以后咱的医疗有可能就无需要种别个病呀，就是讲医生去。俾迄个处理人看，啊，佮配合这远距医疗，这就来加时工具哦，搞不好未来的世界有可能就变成讲是安尼。是啦，咱最后要佮请教信准备啊吼，有啥物话要甲咱开平医师讲无？感谢这个张医师吼，安尼遐尔辛苦，吼，啊个遐尔认真，吼。仔细，真认真哦，真认真，你这个对咱的迄个看守遐尔关心啦，是，这个
政府的这个福利啊，应该大家好好啊利用，尤其这还价，人啊总是生老病死啦，在这个人生当中安尼会当好好啊结束一生安尼欢欢喜喜啊安尼出来转去安尼是上好啦。是，所以咱咧讲这个客家医疗，那是这个医病啦医心这个部分，咱头拄嘛讨论到这个制度上这个问题制度上这个给付乃当这个健保署啊乃当想较济咧就是讲这个撇免真侪这个无效医疗这个部分，那是会当投入去规个整个咱咧讲。长期照护这个部分啊，所以讲客家医疗这个部分，真正会当替国家省足侪钱，然后所以咱嘛建议讲，咱的国家算盘叠较精的所以这个资源才有像咱省准备这个例，互更较侪人来享用来服务啦今日非常感谢4位来宾做回来对话，做回来讨论，感谢。